好，头期先咱要来关心的，这是新北市的幼儿园饲药仔的风波一直咧炭烧，即马就连10几个幼儿园嘛传出有一个囡仔去验到爱困药仔。新北市的教育局参土城病院今仔日是派人去学校来做检测，也那卫生局是表示讲，今仔日有81个囡仔来做检验，上紧要等2到3天才会知影结果。也那全高总伊先烦恼讲，即个教保人员会有歹名声，所以呼吁要赶紧找出真相。上班时我赶紧行，工作人员对地下车道来到园内，新北某所的幼儿园疑似饲药案件一直探。10至幼儿园一个囡仔验出苯尔氮平类比例低，引发部分家长烦恼。17早起，新北市教育局派人甲土城病院的人员来到幼儿园来检验。为咗家长照常送囡仔来上课，有人认为讲采检较安心，不过也有家长讲无采检的必要。部分的家长是在园区内底等待被动采检。老师有说那我也不用采啊。对啊，我真的觉得没什么，为什么要搞到那么大？我真的觉得没意义啦。就等大家采检的结果。有问过他睡觉前有没有喝什么，他说没有。目测应该7、8个有啦，哎呀。没事啊，因为这小朋友在家陪小朋友，小朋友才几岁而已。81位家长是有意愿，那其中呢验尿是有64，那验血的有5位，那另外呢就是2个都想验的是有12位。检验的结果大概在2到3天会陆续出来。土城病院到幼儿园采检医疗团队有儿科医师、医检师、社工师、行政人员。另外，新北市也启动12大做法。提供专职病院、绿色通道、加免费相关的医疗服务等。另外，对于托付饲药制度，教育局讲，稽查时也特别提醒落实详细情形，遵照标准的流程来做。我想，就像同意书到底有没有附到？那每一次托药的记录都有一个记载表，那都要详实的记录。新北市树立幼儿园疑似饲药案件继续发酵，对此全告总讲，这事件已经予教保人员打上一层无必要污名，破坏亲属的关系，呼吁赶紧调查真相，停止社会互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